科技發展得咁快啦，我亦都希望我哋澳門可以跟上呢個大趨勢咁樣大力發展呢啲新嘅生產模式啦。咁而數據呢方面嘅話，亦都係發展科技嘅一啲關鍵因素嚟嘅。咁我哋澳門咧每日會產生咁多嘅一啲數據，咁多個行業，咁例如好似旅遊啦、博彩、金融等等呢一方面啊，咁每日呢啲數據嘅話，其實如果我哋去利用起嚟，咁精準去分析我哋啲用戶同遊客佢哋嘅喜好同埋需求，其實可以好好咁優化我哋啲服務同埋產品，咁對成個行業發展其實都係好大嘅幫助嘅。咁而依家整體嘅大環境啦，個個都陷入於呢種叫內卷嘅一啲現象啦，個個都係做一啲好無謂嘅競爭咁樣，耗盡晒我哋呢啲精力，但係又換唔到啲咩實質性嘅價值翻嚟。咁如果我哋可以係透過呢種新嘅生產力，其實就可以打破呢種局面嘅。咁利用科技嘅創新啦，可以提高我哋啲生產效率。咁其實係可以創造一啲更好嘅崗位同埋工作模式出嚟嘅。咁大家都可以擺脫呢種內卷咯。咁我哋個發展空間咁啊會提升好多咯。我哋睇到喺過往10年咧，我哋澳門政府都係喺數字化建設裏邊做咗好多嘅工作，亦都喺個資辦嘅監督底下合法合規咁樣，政府都會去掌握到呢啲數據去幫助我哋嘅社會去發展。咁但係其實呢種數字化嘅現象咧，由於佢太快速，佢嘅交易太快咧，其實佢都衍生咗一啲內卷嘅現象。咁你都講得係好啱嘅，因為變咗我哋嘅數據越嚟越透明咧，同行之間嘅競爭通過數字化競爭咧，係會產生特定嘅一啲嘅內卷嘅現象。你都提得非常之好，其實我哋喺唔同嘅數據，我都覺得可以喺個人資料保護法允許嘅情況下，合規合法嘅情況下咧，去繼續收集更加多嘅數據，去幫助我哋設計更加好嘅模型咧，去投入喺各行各業去應用，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啊，從而可以創造到更加多嘅就業崗位，因為我哋嘅年青人其實好多而家畢咗業之後都係尋找緊一啲工作，佢哋都好需要一啲新嘅工作崗位。咁其實除咗數字化，我哋嘅數據嘅發展，我哋都好期待喺 AI 各種科技嘅引領底下，我哋可以自主研發到更加多嘅科技，去匹配到更多各行各業咧，提供更加多嘅就業崗位俾到我哋嘅澳門市民。